世上的事有很多都不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。母妃，瓦岗初见根基尚未扎稳，现在朝廷已经多次派兵去攻打，孩儿只是担心表哥和众兄弟们的安危啊。成儿，你长大了，你有自己的主见。我和父王不是不明白，可是生在北平府，有太多的无可奈何呀。你想一想，如果大家都知道你和响马有来往，那我们北平府的老老少少、大大小小，那可就……是你们，贤弟，哥哥有事相求。啊，这边说话。王爷有令，除了王爷、王妃，其他人不得探视。二位兄弟，我等是来陪少保下棋解闷的，又不做别的。这是王爷军令，请二位大人回去吧。参见王妃娘娘。免了吧。启禀王妃娘娘，我们知道少保一个人在屋里头闷得慌，所以我等过来陪少保下棋解闷儿。谁知道他们不让进。哎，你们怎么知道我想下棋了呢？进来吧。请。他们都是自己人，请他们进来吧。请。启禀娘娘，可是王爷吩咐过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不会怪罪你们的。请吧。还好有你们陪我，要不然我就闷死了。你们俩平时跟成儿的关系比较好，多劝劝他，别老是跟王爷过不去。是，母妃放心，我们会好好劝他的。好吧。那你们在这玩吧，我先走了。孩儿恭送母妃。不用了，我先走了。恭送王妃娘娘。免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是不是想我了？看你这身打扮真差劲，刚刚母妃怎么就没看出来呢？哼，要不是有军务，我才不会来。贤弟，事态紧急，闲话少说吧。靠山王杨林在祁连山下摆下了一字长蛇阵，军师说只有你能破此阵，因此特派我跟莹莹姑娘一起下山，迎请你回瓦岗，助我们破阵呢。不是我不想帮你，我想你们已经看到了，我连这屋的房门半步都踏不出去。要是让我爹知道我离开了北平王府，他一定会大发雷霆。你爱去不去？说得好听，什么瓦岗的人仗义疏财、替天行道，你也想干番大事业，都是假的。你就想安稳地做你的大隋小王爷，做大隋的看门狗。
今天怎么了？吃了炮仗吗？你跟我喊什么？谁要你来的？少保，咱们说话小声一点，门外还有士兵呢，别让他们听见。哼！贤弟有所不知，前日2贤庄被抄家，单家只剩下单姑娘和5个，还有一个从刀口上救下来的女娃娃，其他人都死了。单姑娘情绪不稳，二哥他们就是因为害怕她不稳定，所以好不容易才劝她下山，跟我一起请你上山呢。原来如此。哎，对了，这个是军师交给我的锦囊，他跟我说，万一你脱不了身，便打开来看看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贤弟，去劝劝莹莹吧。莹莹，刚刚是我不好。不敢当，罗少保，你是小王爷，我是女响马，咱们本来就是两路人，以后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绝对不会干涉。反正我口信已经带到了，以后我们再无瓜葛。黄大哥，你和莹莹先回去，待会过了父王母妃这一关，马上去瓦岗找你们。贤弟保重，告辞了。皇上想要挖运河，这可是件大事，可不是嘛？谁要是办成了，大海捞针是早明的。大哥，别来了，这不是李密吗？是李密啊！哎，这是李密啊！他怎么来了？听说过呀？哎，李密，这肩膀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有所不知啊，这个李密可是个奇人。你别看他穿成这样。以前在宫中任职的时候，皇上一看就是反骨，把他给撤了。这可是调马人的事儿，竟有这样的事儿？那后来呢？后来就以放牛为生。哦，对了，他还替人写信呢。我听说他放牛和别人不一样。啊？什么？不一样？他放牛怎么放？那牛角上挂着一串书呢。他真接了，什么《孙子兵法》《水经》之类的。带我去见主大人。什么眼睛？谁都往府里带！一个臭叫花子都敢接我的榜，知道戏弄我什么后果吗？我没发火之前，自己滚！我就是你要找的人。如果我真的走了，天下还有何人能助你完成如此大业？不走是吧？来人，放狗！壮士，请留步。多多得罪，不要见怪。敢问壮士高姓大名？在下李密。此事若能办成，你我皆可升官，荣华富贵，保你享之不尽。请将军放心，李密做事不为求财，
此事若尽托于我，必将顺利完成大任，绝不会有半点纰漏。好，不过你要谨记，皇上给你的工期只有3个月，以后你就住我府上，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。这公事进程，我就交给你啦。李密必当竭尽所能。何事如此着急？成儿他突然染上了恶疾，脸上长满了水疹，你快跟我看看去吧。成儿身体一向很好，为何能染上如此顽疾啊？是啊，他从小到大从来就没长过水疹。夫人，切莫着急，我问你，请过大夫没有？公瑾已经去请了。好，走，一块去看看。成儿，快！王爷，成儿。大夫，来，借一步说话。大夫，成儿所患何症啊？成儿，回王爷，少保生的是水疹，还有点头疼脑热的症状。哦，那病情严不严重啊？并无大碍，只是让他服点药，把体内的热散出去，再让他静养1个月，就好了。就是最怕受风。哦，那成儿这张脸。他的脸确实有碍观瞻，遇风更容易受寒，盖上纱巾就好了。哦，你怎么样了？你一定要把成儿给治好。夫人放心，没有大事，没有大事的。王爷，小人先去煎药了。好，我陪你一块去。好，夫人。咱们也回避吧，让成儿好好的静养静养。走吧。哦，张公瑾，好生伺候少保啊！是。哎，大夫，走了吗？走了，少保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一切可按计划行事。我爹要是发现你们不在，马上就会知道我的行踪。你们要留在北平府，替我把好风。一定要瞒过父王和母妃。放心吧，少保。走吧，走。王妃娘娘，王妃娘娘，别藏了。做娘的怎么会不认得自己的儿子？
母妃啊，我早就猜到你们几个装神弄鬼的。说吧，这次要溜到哪儿去啊？我呢，就是出来透透气。说实话，是不是跟你表哥有关？正是如此。瓦岗有难，杨林摆下了一字长蛇阵，十分凶险。表哥他们无计可施，现在只有我能帮他们。您说我能不去吗？事到如今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去吧，你父王那儿，我替你当着。多谢母妃。不过我有个要求，把罗喜带上，我可以放心一点。母妃，我不许说不，要不我不帮你。好吧。破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，破阵以后马上就回来，千万不要让你父王知道。如果让他知道了你去瓦岗山破阵，非把你杀了不可。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不会让人知道。到了那儿，向你表哥和舅母问好。知道了。那我走了。去吧。走吧。这个图是你绘的？回相爷的确是卑职所绘。大马树毛竟敢拿晋西到扬州的河道工程图来糊弄本相国！哎呀，相爷，这怎么会？你自己看看。这都是李密干的好事。相爷息怒，我马上找他算账去。等一等，把这个图留下，我另有他用。是，相爷。杨广此番下扬州，他不就是把自己往风口浪尖上推吗？这么一来，咱们复仇的机会不就到了吗？的确如此。眼下反王四起，若是再大兴土木，肯定会天下大乱。这工程图是宇文化及打算献给皇上的，上面标明着运河走向和河流走向，一目了然。此绘图之人并非池中物，说不定能为我们所用。你看，这工程开挖之处不在长安，而在晋西一带。此人明知道皇上下旨说工程开挖之处必须在长安，还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，可见此人的胆量并非一般人所有。而且这条运河逢山不全绕，逢水不全通，而是将主线横亘于南北方向，可见此人颇为自傲，又极具野心。如此看来，此人非同小可的。哼，是时候召他到宫里来见一见了。
这里应该是皇后的寝宫。你是萧皇后？聪明，本宫请你来。慢，我李密是被俘至此，何言一个请字？这可不像是皇后娘娘的待客之道。果然有胆识，也不枉本宫看中你。那我就长话短说，本宫想将你纳为己用。我李密不过是一介区区草民，又有何德何能被皇后的凤颜所请？本宫已经看过你所绘的水利工程图了。原来如此，可皇后娘娘又怎么肯定我一定会答应呢？麻叔谋只不过是一介鼠辈，你若只跟着他，就算你有雄才大略，也得不到发挥。而且我也能看得出，你是绝对不会满足只做一个小小的官吏。我不当官，又能干什么呢？你的抱负说出来，那可是要掉脑袋的。不过你放心好了，只要你肯为本宫做事，你想要的，本宫一定能够给你。我怎么才能信你？哼，你仔细想想啊，本宫可是皇上身边最亲近的人，本宫想扶持谁，那个人肯定是脚踏金靴，平步青云。你已经隐居那么多年了，不就是在等待一个机会吗？皇后果然洞悉一切，那你要我怎么做？这里有半块玉佩，你拿着。以后遇到拿另外半块玉佩的人，你便知道是本宫派去的。你要对他言听计从，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做。只要你做得好，本宫是不会亏待你的。那李密以后就要仰仗萧皇后了。鱼，罗喜啊，去前面客栈找2间上房，宽敞一点。咱们今儿就在这儿住下。是，叫。公子，请。好。冤家，哎，客官，哪间的住店呢？住店。哎，好的。给我来2间宽敞点的上房，一定要清静。哎，好的。小店有一个西跨院，有2间北房，1间南房。刚才有个老人家就1个人，也好清静，住了南房。有2间北房，我带你去看看。等等，我家公子住过了南房，你让老人家搬到北房去住？哎呀，没这个规矩呀，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，不是？我家公子一定要住南房。哎，我是说你这个人不讲道理啊！哎，店家。老人家有何吩咐？好了，别吵了，这间南房我让给他了。你先住下的，不能让。他要是再不讲道理，我让他到别处去住。哎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是诚心让的，一是为了聊你们之间的事，二是也能让你多挣几个钱，不好吗？哎，和气生财。老人家您太好了，待会儿我帮你搬。小二，来了，帮老人家搬东西。好嘞。哎呀，小伙子，你今天算是碰到好人了。既然老人家愿意搬，你就到南方去住吧。哼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位爷为了1间南房，把人家已经住下的老人家赶到了北房。这天底下哪有这种道理啊？哼！你这是仗什么势欺什么人？
公子住过了南房，小的就一定要定到南房。哼！麻烦你跟老人家说一下，他还住南房，我们住北房，没那规矩。哎呀，公子一看就是个懂道理的人，不必了。老人家既然让出去了，就不用麻烦人家再搬回来了。你还是住南房吧。这怎么能行？搬都搬了，来，我带你过去。哎，公子，请。你还愣着干嘛？哼！哎，公子请。公子，有什么事啊？尽管吩咐。这是我们那的土特产口蘑，麻烦你帮我转交给北屋的老伯，就当是我对他承让的感激之情。哎呀，公子，你太客气了。行，你的心意啊，我一定带到。哎呀，老大爷，这是南屋的公子给您送来的口蘑，说是感谢你让屋给他住。啊，这让让房算什么？还送礼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。哎，这位公子跟他底下的人可是不同，一看就是个懂礼数的。店家，这样，你呀，把这个腐竹给公子送去，全当是回敬。啊，一会儿让店里给做做，让公子下酒。哎呀，老大爷，你们可真是客气对客气。啊，我再跑一趟啊。公子，老人家给你的腐竹。这怎么又送回来了？本公子从来不欠人情。把这个帮我送过去。这是我们家乡名产，乐圣斋的酱油肉。哎，好好好。把这蜜橘给他。哎呦。哎呀，公子，这是老人家给您的蜜橘。哎呦喂！小东山白梨。公子的大白梨，给你了。我这儿啊，终于是绝底儿了，什么也没有了。哎呀，总算是没有了，我这腿都跑细了。店家，你呀，去给公子捎个话，就说我一会儿亲自去拜访他。哎呀，公子，公子，哎呀，公子，这次老爷子真让你绝了底了，实在是没东西送了，让我替他道个谢，说待会儿啊还要来这屋拜访您呢。哪有长辈拜访晚辈的道理？你带路。我去拜访他。哎，老先生，老先生，老大爷，南房的公子来看望您了。老伯，多谢礼让。这点小事儿不值一提。公子，里面请坐。公子请。请。请。公子，请。公子，你这是打河出来，去往何地呀？我从北平府来，正要……我这也不知道要去哪儿，随处逛逛。那你可太危险了。从这里往南50、60里，有一座瓦岗山，那里反了一帮降马，他们妖言惑众，还成立一个什么大魏国。靠山王杨林正率兵10万要剿灭瓦岗。竟有此事？看来我不能往南去了。来。对了，你刚才说你从北平府来？正是。我给你打听个人，有一个人姓罗名义，字表燕超，你可认识？正是家父。哦，
哎呀，原来是我儿到了，我儿如此失礼。成儿，我是你义父，丁延平啊！原来是父王口中经常提到的丁老将军。久闻却素未谋面，义父在上，受成儿一拜。我儿，快请起，快请起！真是一表人才，一表人才呀！你不知道吧？你这姓名当中的“成”字，还是我给你起的。那都是22年前的事了，难怪你我相见不相识呢。成儿，你我真是有缘呐！是啊，义父。今天义父高兴，来，咱们接着喝。义父请。来，义父。义父，我听父王说，您早已辞官，隐居原籍，可您这是要去哪儿？你要问我啊，我只能告诉你一个人。我刚才不是跟你说，瓦岗山出了一帮反贼吗？靠山王杨林，请我去给他助阵，让我帮他镇守麒麟山的一字长蛇绝命阵。原来守阵的是义父，攻阵的是我这个义子。还好碰上了，否则不堪设想。义父，您刚说您要去麒麟山助阵，可是您现在年纪这么大，上了战场。哎呀，这也是没办法啊。杨林跟我是金兰之交，他请我，我岂能拒绝？不过，别看义父老了，要战几个毛贼草寇，我还是绰绰有余的。莹莹，俗话说呢，不知者不怪。罗少保其实并无恶意，更何况他还答应帮咱们破一字长蛇阵，你不该迁怒于他的。王大哥，你无需多言。若是换了其他的大隋王公子弟，我早就一刀取他的性命了。莹莹，其实这大隋的王孙贵族吧，也不是个个都该杀的。别抢我！拿过来！东西给我！拿过来我的！饶了我吧！这是大隋中没一个好东西，绝对死有余辜。哎，莹莹，别暴露身份，我来吧。谁放箭？谁放箭？莹莹，我已经教训过他，怎么？这些大隋爪牙，下次肯定还会再犯。这种人就应该除之而后快。走吧。来，吃菜。对了，义父，听家父说，您擅长使双枪。我们家的单枪最怕您的双枪。我想知道这双枪到底是有破还是没破？这天下的招式，没有破不了的。这武功招式，就像一层窗户纸，那一捅就破。这双枪啊，也没什么奥妙，但是我不说，你就永远不会懂。成儿，为父已是风中的烛，瓦上的霜。咱们父子俩一旦分手，再要相见，恐怕就难了。今天为父高兴，我就在这儿餐桌前告诉你
破解之法。万万不可！义父之绝学，乃毕生修炼而成。成儿，不敢轻易收手。话不能这么说。你义父膝下并无亲生儿女，难道你让义父100年之后把这枪法带到棺材里去不成？来，你拿起这筷子，就好比是单枪；我这儿好比是双枪。要严就烦。我来问你，你遇到使双枪的，先出手呢，还是后出手？先动手准备枪，成儿自然先出手。错了，但凡使双枪的，就不怕你先出手。如果你先出手的话，那就必死无疑。不信，你试试看。来，把它捡起来。这以后你要记住，碰着是双尖枪的，一定不要先出手。不管他是双龙探海取你的2额，还是他出平杆取你的左右2肋，他的马到了，你的马也赶快跟上，人借马力，啪啪，这么左右一分，1打2拨3平杆，这就挑了。果然如义父所说，这窗户纸一捅就破。成儿明白了。以后你再遇着使双枪的，那你就不会吃亏了。义父，成儿今日有缘伺候义父，以后有事您要尽管吩咐。嗨，咱爷儿俩谁跟谁啊？对了，义父，您刚刚说您要去守镇，这1字长蛇绝命阵就能把那瓦岗寨给灭了？有这么神吗？哎，义父，您知道吗？成儿自小就喜欢这排兵布阵，家父说此阵神仙难破。您看今天好不容易相见，可不可以告诉成儿，这此阵的秘诀在什么地方？长蛇阵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列阵如蛇形。那我来问你，这蛇一般如何攻击人呢？用牙咬，用身缠，用口吞。不愧是我丁延平的义子啊，一点就透。你来看。这阵正如你所说，分为咬、缠、化3字诀。这咬字诀正是压阵手的为父。为父不才，我这双尖枪天底下还没几人能破。若是遇到普通的诸将，我这蛇咬双枪定能取他的性命。我这双尖枪天底下还没几人能破。若是遇到普通的诸将，我这蛇咬双枪定能取他的性命。那这缠字诀呢？这缠字诀啊，你看，这队形如蛇形啊，要首尾相顾，缠拥而上。敌人若是入进去，就紧紧地把他围在圈中，杀敌于无形。这最后，那就是这
化字诀了。这蛇身上有一处叫蛇化，你应该知道，这蛇善于吞食比其口大的食物。若是吞下一枚硬的蛋，它会徐徐吞下，一点点地运到蛇化之处，化敌于无影之中。这时候化字诀的人，便是此阵的重中之重。那此次义父是蛇首，这蛇化是杨林。哦，这一字长蛇阵呐，那真是变幻莫测，杀机四伏，入者有去无回。只是这阵图不在义父的身上，被这靠山王杨林拿去麒麟山布阵去了。如若在我身上，就给你一看，你便知晓。今天你我父子就谈到这儿吧，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。好啊，义父早些休息，我去给您铺被子。嗯。莹莹，今晚就注意此处，明天再赶路吧。你早点休息，我先走了。爪牙，下次肯定还会再犯。这种人就应该除之而后快。停轿！哎呀，到了，美人儿，出来呀！哎，这是我府上，把银子给我，来，来，看这银子都是你的了，老爷，拿着，拿着吧，拿着。有刺客！快来人啊！有刺客！快来人啊！给我抓住他！活的死的都有！单姑娘，单姑娘，哎，店长，昨天这姑娘出来过吗？您说的那姑娘，昨天晚上出的门，她又没说去哪儿，我还劝她来着，说一个姑娘家大半夜的出去，你说这。
别走错了方向，去了不该去的地方。成儿谨记。等爹爹摆完阵回来，就去北平府看你们爷儿俩。义父，多保重。你也保重。少保，咱们不是跟他同路吗？他走大路，咱们抄小路，一定要赶在义父到之前上瓦岗。站住！别让他跑了！站住！抓活的！别跑！看！站住！看你往哪跑！你还跑！莹莹，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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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罗喜，把刀烧药拿来。是。等等，再帮我打壶热水。你为什么不杀他们？我亲眼看到他们祸国殃民，荼毒百姓。这样的人就该千刀万剐，就应该死1000次，死10000次。你为什么不杀他们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够了！你果然是大嘴的狗官，你根本就不是要救我，全部都是借口。你根本就不是要救我，你根本就不是。莹莹，我知道你心中有多恨，有多痛，可是我们不能留下来，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。我可以把他们都杀了，可是那又怎样呢？现在对于我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保全你的性命。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！少保，咱们再不跑步，恐怕就没办法提前到瓦岗站。这万一……他都伤成这个样子，你让我怎么走？出去！
贤庄的人就满门抄斩。二嫂还有身孕呢。小雪才9岁。为什么他们都要死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李密，你竟然拿晋西到扬州的工程图来骗本将军！要不是相国大人先知先觉，这图都送到皇上那儿去了。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啊？将军，卑职仔细地计算过路程以及途经的地貌。若从长安开挖，则有高山顽石相阻，工期将会无限拖长。可是如果我们稍稍改一下方向，以晋西为河口，那只需要10万壮丁，3个月之内必能挖通运河。若是这样做，算不算是抗旨啊？马将军呐，你放心，明日早朝之上，你只需将我方才所言如实禀告皇上，皇上一定不会怪你的。朕交代的事情，你们也敢推三阻四？皇上息怒，末将怎敢抗命？实乃工期所致。若是以长安为河口，必要从别处引流，浪费更多时日，加派更多人手，而且工程所到之处有山险塌垮之势，实在不宜动工啊，圣上。哦，也是。这么小的事情是不太好办。那朕留着你做什么？末将万死，皇上恕罪。皇上，你也无需动怒，他们也只是环境所限，定然不是有意冒犯皇上。再说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从晋西出发也未尝不是件好事。皇上久居长安，去晋西一带，全当是看看风景，散散心。只要运河一完工，咱们便顺流而下，这样算来也耽误不了多少时日啊。皇上，皇后娘娘所言极是啊。你说的有些道理。你先退下，我跟宇文相公还有些事商量。臣妾告退。滚！末将告退。少保，少保，您吃点东西吧，都守了他2天了，身体重要。陆熙，你出去帮我看看，外面还有没有人在搜查？是。是。你醒了？叫什么？慢一点，别呛着了。我睡了多久了？ 2天。2
2天？你不是要去破阵吗？怎么还不去啊？啊！要走一起走，我怎么能丢下你一个人不管？不行，你别管我，你赶快去，他们还等着你呢。你快去，你快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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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去呀！快去，你走啊！都怪我，都是我不好，总是意气用事，一次又一次拖累大家，拖累你们，耽误了大事。我真没有，我真没有，真没有，真没有，真没有。莹莹，这不关你的事，是我自己的选择。你放心好了，等你病一好，我们马上就走。我已经想好破阵的办法，你要相信我。如果我不照顾你，还有谁会照顾你？好了，本来就长得丑，再哭就更丑了。以后有我在你身边保护你，不会有人欺负你。延平兄，咱们多年未续，今日一见，依然硬朗如故啊！啊，老了，倒是你还是那么意气风发，好胜心切啊！丁家双枪，天下无敌，名不虚传。此次能请到延平兄出山压阵，定能将一字长蛇阵发挥到最大威力，令瓦岗反贼闻风丧胆。老朽定当全力以赴。好，请。里面的人给我听着，有胆量的给我出来！爷爷陪你们打一仗，我要一碰到硬的就像个软骨头，这算什么本事啊？你们占领了我的山头，戳瞎了我的眼睛，有胆量的就出来！爷爷今天就好好的陪你们玩一玩。对，有本事就出来！耳朵聋了吗？啊！还是被这一字长蛇阵吓破了胆，不敢出来，尿裤子了吧？报！敌营传来消息，双枪将丁延平已到达祁离山，与杨林同守一字长蛇阵。三哥，军师，都火烧屁股了，咱们等到何时啊？按理说，罗成现在应该已经到了瓦岗，却不知为何给耽误了。若是罗成来不了，破阵可就难了。哎呀，军师，就是一个破阵加俩小老头，怕他做甚呢？哎，皇上哥哥，你可别不信邪的啊！想当年这牛鼻子老道，咱们三哥啊，也不知道使了一个什么阵法，把我跟李如辉打的是屁滚尿流的。
嘿嘿，也就是你们俩呀。哎，换了我老程，管他娘的什么阵呢，我3斧子就给他砍个7、8段。啊？3斧子？哎，你管他娘的我怎么砍呢？这样，我伤已痊愈，队长，我来打。哎，好，派兵，马上派兵。此事不用上午各前往，我兄弟2人也非等闲之辈。既然是一字长蛇阵，肯定具备蛇的特性，要破此阵，非我兄弟2人莫属。对，只要我们俩出马，定能破那杨林老儿的长蛇阵。非也，这一字长蛇阵凶险无比，非尔等可以想象。皇上，我看我们务必要等罗成前来，万万不可擅自破阵，否则只怕是有去无回啊！要不然，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吧，实在没人出来叫阵，干脆抽个生死签，谁抽到死的就自认倒霉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去请兵，将那几个骂阵之人打退，免得在城下胡言乱语。哎，兄弟，不要冲动。军师不让出兵，自有他的道理。我们还是忍耐一下，看他能骂到几时。出来啊，胆小鬼！你不出来就是狗日！过来听听，听听，这骂声有多难听！你给我出来！一字长蛇阵对于我们兄弟2人来说，应该没有什么玄妙。哼，我也这么认为，不就是一个破蛇阵吗？依我看，只要找到他的7岁要害，破了他不成问题。对，只要咱们兄弟2人拼命一搏，木耳和杨林老儿小瞧了咱们瓦岗。说得对，只要我们斩了杨林老儿的蛇头，再向各位大哥请命两全。好，走走。金城牛寨前来破阵，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吧！启程，咱们就给这老头点颜色瞧瞧。2个草莽小贼，念你们还有些胆色，拿老夫就给你个痛快，让你见识见识一字长蛇阵的厉害。变阵！贤弟，怎么样？见到罗成了吗？莹呢？没跟你在一起？二哥、五哥，单姑娘不见了。啊，莹莹，单姑娘和我见完罗成兄弟之后，就连夜离开了客栈，不知踪影。我这么着急回来，就是为了让大家去找她，再晚就怕生事端呐。我这个妹，净给我惹麻烦，现在还麻烦我兄弟了。我这次不管他了。啊，不好了！金城、牛盖2位将军去祁连山交阵，被团团围困，生死不明。三哥说过多少次了，不得擅自闯阵，就是不听。这样，我去救人。哎，
不可！一字长蛇阵尚未知虚实，大帅就主动出战，与我形势不利，不救也得救。单雄信、王君可，你等二人速去把金城、牛盖2位贤弟给救回来。只能救人，不得恋战。得令，得令。没想到这瓦岗之中，竟有如此高手。此人枪法，我有几分熟悉，但不敢断定。看来我们得更加精研阵图，辨阵补漏，以防此人破阵。逝者已矣，把他的尸体给送回去吧。怎么伤得这么重啊？我赶到麒麟山的时候，京城大哥已经重伤昏厥。他伤势太重，恐怕……哎，怎么不见牛盖呀？牛盖。报！靠山王杨林派人送来了牛盖将军的尸体。
等有言在先，反我瓦岗义军必遵从调遣，军令无擅，令出必行。可牛盖京城贸然叫阵，使我军法为何物啊？我再重申一遍军令：任何人不得擅自破阵。传令下去，站挂，免战牌。将军，要破免战牌了。这一字长蛇阵阵形如蛇，其致命之处与蛇无异，大致可分为蛇头、蛇尾，还有蛇化。蛇头蛇尾交相呼应，分可各个击破，合可聚众围剿。当蛇头蛇尾相连之时，两员大将前后夹击，克敌制胜。普通的大将连这蛇头都过不了。果然是个奇阵。不过这阵中亦有诸多变化，这埋伏的真假，步兵的虚实，这都是我们不知道的。如果不明真假闯入此阵当中，便会晕头转向。所以此阵并不是我一人所能破的。哎，老兄弟啊，照你这么一说，这阵就破不了了。破阵的办法有倒是有。兵家有云：“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”我听我义父丁延平说，此阵图在杨林手上。我们若想破此阵，必先得此图。不必着急，兄弟里卧虎藏龙，什么人都有。别说是一张阵图，就是一根针，他藏得再严，也能取来。我举荐一人，诸位看如何？我怎么不知道是谁啊？谢应登，让他夜入麒麟山，盗取阵图如何？谢贤弟，本军师现欲请你夜入麒麟山，盗取一字长蛇的阵图，你可愿意否？军师差遣，万死不辞。盗取阵图越快越好，以防夜长梦多。各位兄弟尽管放心，我即刻动身，一定把阵图取到手。贤弟，进到对方营中，你一定要小心。就算这图没能到手，也得早点回来。我等还能想办法。是。我看要破这个阵啊，难了。是啊，一下死了2位大将，以前咱们瓦岗寨怕过谁啊？是刻意引我来此。奇怪，那人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如果是敌人，必定会去告密。此时早应该乱作一团，寻我才是。更何况这一路上也没见人站岗放哨。如若是有，引我至此，又为何不肯现身一见呢？莲儿，这可是上庙的浙江陈少，你可拿好了啊！这酒要是摔了的话，把你卖了都买不起。我可不敢摔。哎呀，哎，我还有菜要热，这酒你帮我送过去，我回去了啊。好。别叫！我不叫，不要伤害我。说，这酒谁喝的？王爷。什么王爷？说清楚点。大殿上都有谁？他们在干什么？我光知道大殿里，高山王杨林跟双将将丁延平进宫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真的，你可不要伤害我呀！灵儿，委屈你了。浩瀚，
这么贵的酒，李二也敢放这儿啊？是啊，李二，李二，行了，别喊了，咱俩去送了吧，等会儿进来再说说他。李二，你老实待着，天亮会有人来救你。这是王爷要的好酒。好，你们下去。哎，好。今日值得庆祝，我们把他们打的是屁滚尿流啊！来，干！这是您要的上等的好酒。这是我珍藏多年的浙江陈绍，今日你我二人盛会，我这才把它拿了出来。延平兄啊，今天你一定要多喝几杯。哎呀，延平兄一路辛苦，今日这长蛇阵是大显神威，令反贼是损兵折将啊！来，让小弟敬你一杯。哎，不敢，不敢，不要客气。来，什么味道？且慢。来人，在。把管酒的伙计叫到这儿来。是。让他们每人先喝上一碗。是。好。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，小的也不知道这酒怎么变成尿了呀，大人。哼，谅你们也不敢如此大胆，一定是有人暗中作祟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，下去。是大人。学良，父王有何吩咐？你拿着这把钥匙，到后院的藏经楼，把柜子里的阵图取到大殿来，我要观看。是。看来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天帝，取阵图何用啊？延平兄啊，也无甚大事。我只是觉得你又加了几处小阵，我尚不清楚。这阵图乃是大阵之本，我想让你再给我多加解释一番。